从而解脱许多众生死亡的部位，是吧？是。因此也是无畏布施。实际上，教练师已具足了3种布施，所以水师、教练师等是简便易行，事半功倍之法。每年做水师10万遍，平时也不间断。水师和教练师是十分重要的。教研那个水师的方面呢，就是你们比较不清楚，因为我们也没有穿过水师，也比较没有做过水师，它也是非常有功德的，然后就不需要做太多的那个努力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纯粹就是做水的布施的。那我们法器里面平常都是有放那个加持啊这些的那个放水的那个容器，是专门就是做水师用的。他们就是这个梗，还有它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有7个那个小的铜的盘子嘛，它是一套就是做水师用的一个专门的法器。所以呢，就是平常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功德的，就像那个只要水就可以，然后要做一些多玛，那就是有一个水师的专门的仪轨。同样，如果自己拥有少许财产，受用便仅仅疏忽，临时不舍，舍不得用对今生和来世有意义的事情上，舍不得用于在自己今生或者是来世有意义的事情上。相当就是有些，这就是人的当中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嘛。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钱，也是会经常用完以后就没有钱的时候也会很辛苦的，这样也有。有些人再有钱也是一点都不会去用，舍不得用。舍不得用的情况下，生活过得都很辛苦，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恶鬼一样，那也是一样的，没有幸福到哪里去了嘛。所以就这些都是一样的，就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嘛。虽然虽然财产不饶，眷属为一无所有，口中也说着可怜兮兮的绝望之语，那么这些人现在已感受了恶鬼的等流果报，相同的果报，就是相当就是现在就已经是变成差不多恶鬼了。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做布施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或者是平常就是有修行或者没有修行都一样的，就是反正平常过的生活的时候，那并不是说就谁比较有钱，就是他就比较大方一点，没有这样的一个平的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没有什么钱，也是这个过的都是好像有钱人的生活一样，就一生的过的就是幸福的，就也没有就是最后就是困难到哪里去了嘛。那有些人比较有钱，但也是过的都是辛辛苦苦的，那么就是在整个的怎么说呢，人生当中也是没有过过什么比较轻松的日子，有这种的就有不同的。所以这些来说的，那就像变成就是如同恶鬼一样的流果，所以不因如此而因上供三宝，下施贫穷乞丐等，尽己所能供施，如弥勒日巴尊者所说。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必须的要重视，不管是自己的能力有大与小，就是要不能忘记上供三宝下施乞丐等等所有一切的众生。相当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相当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管在任何地方，在富有的地方或者是贫穷的地方，都会有乞丐。那么这个乞丐当中来说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那么乞丐那就是主要的，那就是真正的可以肯定他是贫穷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也是很难分别的。那么乞丐好像也是有些呢，就是不想工作，然后就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家庭困难啊等等情况下，那也是有专门就是有一些团体啊，他把他就是作为那种怎么说呢，他的事业而怎么说呢，出来那个讨饭的那个要钱的，都各种各样的。所以一般的很多人来说到，就看到这些乞丐的时候，就自然就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啊，我说没有说普通的人，普通的人今天先不用去讲，在修行人的状态的情况下，也是会有一种想法，都是说他是骗子吗？还是真正的乞丐吗？什么？这个想法是自然而然会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可以做到布施的话，就是更好。所以就不用想这些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就是再多的我们也放不下的。平常我们在台湾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常有这些的情况，因为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要出来跟你直接要钱的人。那么就是除了一些出家众，那么就是有托钵的这个一些这种情况以外呢，就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要饭的乞丐，就是比较少碰到。那么但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就是经常都有看到这些。所以呢，我呢就是平常来得及的时候，我就换很多零钱放在包里面。那么就是有一个零钱，比如说1块钱那么就是2块钱那种，那就是不会超过5块钱或者10块钱。那就是如果是10块钱、5块钱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要布施的，但是这比较少，因为自己的那个发心的范围跟执着的范围是有区别嘛。如果是比较没有对金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执着的、比较发心的人来说的话，那就身上有多少就布施多少但是这些我们有点做不到的情况下，那今天如果是出现一个人在我们的前面，他要钱的时候，那我们看一下，只有50块的或者100块的时候，就心里就有点辛苦，有点舍不得给100块或者50块，又出现在前面不给，也是有点心里也是有点辛苦。所以呢，平常都是换很多零钱。那今天出现了1块钱、2块钱，哇，自己也很开心，因为可以放得下。然后呢，就是也让他也满足嘛，反正他也是得到了这个钱，又再也不会，至少就这个当下他就是会离开嘛，所以就很满意的离开，所以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个就是重点，就是我们看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可以做布施。那你如果是有大的发心，你就是给多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主要是不太需要去看特别的去看那个对方，因为我们主要的这个佛法里面所讲的就是布施度是什么？布施度是我们自己放下。自本作人着空